各位 DSE 嘅同學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做閱讀理解第20題以一條問作者領悟嘅題目，你有冇試過寫咗大半頁紙，以為自己寫得好有哲理，點知只係得0分？好多同學犯嘅最大毛病就係過度解讀、自由發揮，見到巷子就諗起人生苦短，見到雨水就話作者感到絕望，完全偏離原文嘅核心寓意。今日呢條片我就教你用幾分鐘時間精準考評局嘅滿分答案。要處理第20題2，首先要明白考評局想考你啲乜。考核重點1：文本脈絡與主旨掌握。第20題係成篇文章嘅總結大題。第20題2係要求考生準確理解作者走過唔同嘅巷子，包括城市、鄉郊、鄉下嘅巷子後，對人生嘅處境同哲理有啲咩終極領悟。考核重點2：抽象哲理嘅具體化概括。考評局唔需要你長篇大論，而係需要你將作者喺鄉下嘅長巷感受到舒適，對時間消逝嘅體會，精準轉化為一念不執、順應自然、從容面對生活嘅核心感悟。想要喺呢條題目攞齊分數，大家必須要謹記以下嘅解題3部曲。第一步，定位關鍵段落同埋情節，留意下描寫嘅部分，雞踱步、貓閃過、時間彷彿停頓，帶出咗巷子嘅特點係安寧、閒適、萬物自然生滅。第二步，分析象徵同埋對比，留意鄉下嘅巷子有住閒適、從容、時間不存在特點，對照返城市嘅巷子慌亂壓迫嘅特點，象徵咗作者心態嘅轉變，就由焦慮不安轉化為坦然與從容。第三步，提取核心嘅關鍵詞，要寫出滿分答案。答案必須要包括以下2個維度嘅哲理領悟。維度 A， 面對時間同歲月，明白到歲月流逝自然規律，唔再為生活催逼或歲月流逝而感到不安。維度 B， 面對萬物與執念，要放下心中嘅執着，一念不執，順應自己嘅步伐，就能夠感受到生活嘅閒適同埋美好，活得澄明從容。嚟到最關鍵嘅部分，點樣可以寫出考評局認可嘅上品答案？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範本。同學睇完呢個示範，處理人生感悟題，只要掌握到物件嘅象徵意義同埋核心哲理關鍵詞，就唔會再被扣冤枉分。